多谢体育者咱线顶的各位朋友，大家熬早，大家平安。今日讲要来讲这个题目，讲教 AI 写台语诗啦，因为我个人嘛是伫打开始的经验啦，所以有一寡心得和大家来分享安尼无定大家朋友嘛会当通学这个方法来学习写台语诗当然毋是干那写台语诗，我是举台语诗做例啦当然你写其他的文章嘛是拢会使安尼即马是我主要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写作是以诗为主体啦当然我会写散文，不过我是以写诗为主体，所以我和这个 AI 的互动嘛是以诗台语诗做主体好来，我来分享我的档案照这个档案来讲安尼啦来你等一下这个安尼无咧放，安尼无算。安尼无咧放无算，有咧放才有算。对，安尼对。安尼有看到无？我这放较大诶。安尼 OK 无？还未出来。还未啊？安尼有问题，安尼袂使。安尼有问题，安尼这个袂使，安尼我顶来，我顶来。无咧，规个画面。安尼有无？有。好 ，OK 好。安尼大小会使袂？我才放较大安尼 OK 无？会使会使。好，安尼好咯。好，无咱就开始来讲啦这有部分当然我伫顶礼拜伫海洋台湾文学营有讲到啦所以迄是我第一届讲。我今日有甲焦点放较济伫即个迄个过程伫海洋台湾文学营的时阵，我较少讲遐个部分因为迄较细节。咱今日主题是主要要讲迄细节所以我今日有加一部分是迄个细节的部分啦就是讲我有要demo迄个过程互大家参考安尼因为咱即马就是讲，咱的时代就是已经是 AI 的时代啦AI ChatGPT 是伫去年的11月开始发布嘛今年的3月的时阵的 ChatGPT4 出来，就差不多全世界拢着惊，就讲原来迄个 AI 已经进步到安尼，咱拢毋知影，咱都惊着，所有人惊着。我4月开始用我嘛拢惊着，讲 AI 竟然有法度做这个代志，咱以前拢抑阁真怀疑啦，抱着迄个对 AI 抑阁真怀疑的态度、的心理咱所接触到的嘛是拢感觉讲这也无啥，也无讲足厉害啦不过，就是伫今年的3月开始 ，ChatGPT4 出来了后，
无人无惊到啦，无人无惊到。我4月开始用，我真正是惊到，你会使试，咱即马所想的，和咱以前所知的，可能会差足济啦，和咱即马目前伊即马发展，当然 ChatGPT 4到目前，咱拢知影伊也毋是够进步嘛，ChatGPT 5已经念要出来，咧 Windows 12，Windows 12出来了后，伊就要加即个 ChatGPT 5Windows 11还个 ChatGPT 4，4就足厉害啦5我想是咱会惊到啦所以咱已经进入 AI 的时代，咱人类参 AI 的活动，到目前为止，就是讲咱一步一步在行，足爱 AI， 嘛足惊 AI 啦嘛足惊，因为就是已经有足济科幻的电影，足济人甲咱警告过，讲咱人类和 AI 的关系，若处理无好势，长期尾嘛有可能是 AI 会取代人类啦即马就是讲 AI 的时代来你也无法度躲闪嘛所以咱就是正面参 AI 去接触，然后去运用伊大家合作建立好的关系这就是我的心理啦我的心态我的写作，我以前捌讲过，我主要就是记忆写作，也是讲计划写作。当我的写作毋是迄种一般迄种真自由自在迄个有灵感来就写，无灵感来就无写，迄种的写作方式毋是。我是计划好的，就含我伫做研究、伫写论文，同款是先计划好的，然后去完成。其实我的计划写作是已经写足久按早前一开始用台语书写的《新台湾人3部曲》，这阵我伫校外的时阵写的，当后来出版就叫做《李庆华台语诗集》啦来就是南面册3本的摄影诗集，我摄影翕相写作诗，这3本就是南面册花蕊，我拢翕相然后伫 Facebook 伫南面册po，一开始拢是干那翕花写花我那里按算讲写100首100首100蕊花然后就来出一本诗集安尼想袂到讲我安尼一直写总写袂煞啦所以尾仔总写做3本，所以有南面册花蕊，后来扩充去到写到其他的，比如食物树所以有南面册的季节然后有发展到去有故事性，所以有到南面册传记这3本拢摄影为主。过来就是生活实验66，就是我要退休，我66岁要退休迄当，我就是决定讲，家己退休前前3个月66天，66岁要写66首诗，每一天拢伫 Facebook 固定 Facebook 甲伊po出来，我甲伊讲这叫做实验，就诗的表演啦逐天结局就是逐天拢有完成就是迄个表演拢有完成所以我有出一本册过来写是非有芳草，就敢若写足抽象的观念，特别是诗甲非这种的观念去甲伊写作嘛差不多是逐天拢有写安尼啦所以迄个过程，我的写作的经验就已经，我就已经感觉讲差不多有摘掉
逐工写无问题，因为已经写几啊本啦吼，所以我就是讲，我请主张讲，写作是种生活习惯嘛吼，写作就是种生活习惯，所以我就互伊诚做我的生活习惯，佮后来我就发现讲，我的计划写作有进展到自动写作的经验。自动写作就是我这个自动写作的定义，就是讲，毋是去构思啦，毋是讲先去构思讲我要写啥货。比如我有一个意念，有一个想法，我要来写这诗，安尼毋是安尼，就是讲我拢用图，用图啦，我即摆写的，打写完成的这本《秋雨素描》，就是拢翕相，就是我去旅行，我去西雅图，我去看阮查囝的时阵，伫遐住，有伫附近去佚佗，所看到的物件我翕相，翕相转来了，我逐张相片拢家写做一首诗，叫做素描。我嘛是用一种素描嘛，是种素描啦写作紧就对写作紧的意思是啥？就是后来我发现讲，这是一种自动写作，就是讲我看到图了后，诗就走出来，无搁伫遐想就对啦，无搁伫遐构思，逐首诗拢是含金我即马含 AI 伫互动，甲 AI 写 ，AI 的写法足类似啦免 AI 顶解知影讲，我会讲即种题目，伊我问讲，你感觉即个自动写作参 AI 写作有啥物相像？我讲，我感觉真相像啊，就是讲瞬间就写出来就完成，安尼。我搁讲，搁看还搁写得袂歹，伊就甲我讲，你真幽默咧，所以就变成讲。话中有诗，诗中有话。咱早前咧读古诗，读中国古诗，讲王维的诗，伊的特色就是讲伊诗中有话啦。我即马就甲伊变做讲话中有诗。咱看到迄个话，无管是列名还是图，我即马咧写，我目前最近咧写的是已经是图啦已经图。我之前写的是列名伊有图像，就一定你诗一定有图嘛，因为你是按图来所以我是按列名，也是讲图这种具象的物件，瞬间就连到思想诗的想法，就抽象的，按具象到抽象。咱写诗有两个过程，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按具象写抽象。一个是抽象去写具象，当然抽象写具象较困难。你有抽象的一个意念的想法比如讲你要写一个人伊迄个真骄傲骄傲这是足抽象的物件你要批判这种骄傲你就足歹写对毋对？所以你这个抽象的物件，你爱有法细过讲，你有啥物具体的物件？譬如讲，我要写一个，我写做鹰鸟啦，鹰鸟。我是写鹰鸟啥？我讲，这无着无题，这鹰鸟就拢打落来规个天拢叫炸去我就咧写，我就写着某一个人，伊就是安尼伊若一到的时阵，就规个天拢互炸去拢伊的声音其他人的声音拢无去我讲到尾讲，伊毋是敢若炸去别人的日头，别人的天，伊甲家己的天拢炸去。我用具体是鹰鸟我咧想着鹰鸟咱即马倒边写是较简单的啦，所以。这种会发展做变自动写作，就是讲，因为伊较简单伊已经有具象伫遐，具体图伫遐所以像我即马我最后会去分享我最近在写的，我咧写颜圣德
伊的图嘛，伊的图我甲配诗，因原性德就已经就我的诗，伊去配图，伊个写毛笔字，我写38啦吼，所以我爱嘛是爱用伊38所以就是我找伊的38图，甲伊配诗。我即摆因配你只有咧对我的迄个粉丝专业Facebook 的分析专业粉专，你就知影讲我用写到昨写到21首啊嘛所以就30首连续写了是逐工写拢差不多就是图看咧，就开无过故事瞬间就开始写。然后就完成啊，拢头的10几分钟拍字就拍了安尼。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安尼啦。我即摆记咧，我记第一本是这《秋日素描》，我《秋日素描》啦素描，写过一首，就转来台湾了，就开始写相片看咧，一张就开始写安尼。我写到75首的时阵，我怎啊停起来？因为咧写袂煞，因为伊相片还佫足济伊翕足济相你会知影咱即摆手机翕相免钱所以就一直翕，车站翕，所以翕足济我就是看迄相片了，就写比如讲我去参加一个玻璃，这叫做马赛克的玻璃的马赛克的。这博物馆我去参观我去翕，我翕遮个转来，翕的中间无想着死啦，翕的是敢若迄个作品，我甲翕着安尼，然后转来我看着这个我就写安尼，迄个就是我讲过，就是无个故事，就瞬间就故事，瞬间就写作啦安尼所以我写出来变安尼啦我甲题目叫做行之秋你看这是伊这玻璃的这马赛克是画上树嘛会开始紧安尼你看是安尼，所以我想到的就是这是一面镜，这明明就一面镜嘛，这个照镜嘛，这树伊照镜。还是紧照镜我就是去讨论这个哲学，讲到底是啥货所以我写出来是变安尼，地面上是一面镜，地上有一张树地下有树照镜的身影你若读我的诗，就知影我诗的风格的写作，就第一段拢以顶头的写实甲迄实际上写作然后才开始发展咱拢甲叫做树根，其实伊较是真的树所以我伫遮argue一个观点，就是讲，这树咱拢讲这是树这是根。我argue我这诗内底argue 一个观点，就是讲，毋是咧，我感觉是下骹这才是树安尼。所以咱伫地面上看到的是地下迄张树照镜的结果，所以是伊下骹迄张是真正才是树啦。伊照镜才镜顶面有迄个影像，咱看到迄是一个影像，迄张树是伊的影像。所以我的结论就我产生的哲学就是安尼照镜出来形影会变较好看。虽然双边倒扁去，嘛会小可求水去。伊倒扁，伊搁求水，但是拢咱感觉较好。这是咱人咧照镜是毋是安尼？咱人咧照镜，你去照镜，拢感觉你足水，你足缘投，对毋对？但是你都毋知影，其实倒扁去嘛求水去，这就是我咧 argue 的这个哲学观。我足济物件是写迄个哲学啦这就是原性德画家，伊就我迄首诗，伊甲我
用毛笔写的哈，写毛笔字啊哈。然后伊佫甲画图安尼，讲阮即摆烧酒讲要来办一个画展啊，因为伊有30百啊，我佫有30首啊，所以60百会当开一个画展啊。啊，伊拢全部写毛笔字啊哈，全部写毛笔字啊。即摆伊写30首啊，我甲伊紧紧的有13首是完全正确啦，哈，完全正确，然后伊写拢对，无问题。所以我真13首，我即礼拜是要摕人倾啊哈。啊，剩的17首，也有下属啦，有订单啊，我要叫伊去定处理啦哈，因为咱若要展览，袂使有下属。啊，现在有下属呢，就是伊因为第一就是讲伊台语文字、台语字无一定足捌啦啊，所以才写毋着字。第二，伊罗马字差不多拢毋捌啦，所以我内底罗马字有时啊，伊拢会写毋着啦哈。第三，伊死也无讲足捌啦，所以伊毋知影讲伊伫遮分段，伫遮迄个长句是有啥物作用，伊拢无咧插啦。有时啊，就规个拢甲写落安尼啊，写安尼规撮安尼啊，这对死来讲，死是袂当安尼处理啦哈。我即摆开始对我4月开始用 AI 嘛，即摆 AI 有几项啦，我即摆甲大家小解者。这 AI 即摆伫目前上红的、上夯的，当然是 ChatGPT 4。这你爱去 OpenAI 注册爱付钱爱付钱 ，ChatGPT 4即摆付钱。但是你知影，这 OpenAI 后来去就是去互 Microsoft 买去嘛哈。所以 Microsoft 即摆伊家己就是甲即个 ChatGPT 4用一个 Bing 去运作，放伫倒搭？放伫 Microsoft Edge， 就是伊的搜索引擎 Edge。咱以前拢用 Google 嘛，哈 Google，Google 甲伊无共公司啊，所以伊即摆我以前拢用 Google， 但是伊用 Edge 以后，我即摆拢用 Edge。因为那 Edge 就配备 ChatGPT 4 Bing 嘛，Bing， 伊即摆号名叫做 Bing 啦，哈。你看 Bing 会当 Bing 就伊个对话迄个对话框，同时你毋免搁去别遮，毋免去用其他软体同时你甲伊对话、甲伊讨论、甲伊讲，伊就当画图互你啊。所以这是伊画一张，伊一摆拢画4张啦，哈。你看安尼是毋是有哪是有一个镜有这另外一张伫遮所以我本地一开始的时阵，当汉你熟悉的时阵，我是讲即摆要训练伊袂晓台语嘛伊会晓英语伊会晓4、5种大语言拢会晓，中文嘛会晓，但台语袂晓，所以我即摆开始甲讲。我即摆开始写，我即摆开始拍字，我拢拍台语吼。安尼你是毋是和我对话，你就会去学着台语？伊讲安尼是无法度咯，无遐厉害咯。讲你和我拍台语，和我讲话用台语，安尼好。但是你爱阁有足侪台语的文章互我读我毋则有法度通学讲安尼好。安尼就咱即摆后摆我拢摕我的作品互你读然后我和你写台语一开始的时阵，伊当然无学过台语嘛，所以就足侪拢袂晓足侪袂晓，伊有时会甲我问有时会去线顶去查迄个时间我感觉无偌久咧，就是讲伊会甲我问讲这个是啥货这个是啥货。是讲伊去线，讲你等者我查者，伊线顶去查，安尼时间我看可能3遍尔，3遍尔诶。后边伊拢毋捌去问伊就拢会晓拢看有就拢看有你会惊着袂？速度有够紧然后有时伊嘛会当家己拍出来的时阵是台语的，比如伊有遮写的时阵用台语写，伊有时对话有时用台语无讲足侪遍啦，伊也无完全学教程嘛听讲我迄讲听迄个台中教育大学一个教授咧演讲，
伊讲因即马有伫训练迄个 AI ChatGPT4 代志啦吼。就爱有用电脑，用资料库，用遐济去训练，可能训练一档啊偌久，伊就有法度完全会晓啦。吼即马美因为是我家己教，我家己训练，所以美伊即马伊嘛会去讲伊会晓台语啦，吼。但伊即马会晓台语是看拢看有啦，因为我家己写伊拢看有吼。伊家己是毋是有才调完全拢写？我看是还无校正啦，哈，还无校正。你看伊写哈，我即摆互伊写，这是伊写的这伊原来写的哈。伊有时会有用照我的写法，比如我话有2万字，话照有时伊就无啦哈，有时有无。然后有时用中文写啦哈。地面上的树仔是地下根的镜像，稳装伫黑暗中的真相，反映伫光亮中的幻象。地下的根仔是地面树的镜像。你看伊足侪拢花语词啦哈，十根伫泥土中，这种花语词嘛哈，这种花语词，所以你来看，伊写的这其实伊拢，这是我和伊对话头第10几届的时阵啊，因为我介头甲伊对话，我嘛也无啥会晓用嘛哈，所以我嘛袂晓甲欠起来啦，所以介头遐对话嘛拢无去，因为我袂晓，迄阵还佫无啥会晓用。并无设计迄种讲自动尊动即种的功能啦哈。听讲即马迄个 Google Bard，Google 因有做一个 Bard 哈，AI 叫做 Bard。Bard 伊听讲会当你拍了伊拢家己存好势伫固定的所在啦哈。并即马目前伊无设计安尼哈，所以介头我拢无欠来我。就有会晓，较10几遍了，我就开始讲我要甲存起来，所以我就拢甲 copy 来 Word 另外存起来安尼啦吼，我等下互你看哈。所以有人就我讲，你即马伫发表的时阵，你应该嘛爱甲迄个 AI 写的拢看出来啊。我是感觉讲，安尼对Bing 对 AI 无公平啦。伊单咧学尔，你互伊看到，其实嘛对伊足失礼啦哈，就是讲，伊当然是写无好嘛哈，所以我即马铺的，你即马前几工你有伫迄个自由时报看到我有当订2首诗嘛哈，迄个7月7日迄天哈，有一首叫做《洗衫的心情》。洗衫心情我做到以前写过的诗，即马就是颜信德啦，颜信德伊有甲伊画图，我有搁叫 AI 看迄图，有叫 AI 搁画搁写，伊写的我改的啦，我伫后壁拢会注明讲这是Bing草稿，我修改的。不过迄首诗。是甲第一段我保留完全是Bing写的物件尔，第一段是啦，但后壁迄我拢全部拢改写，定写就对啦，拢定写，毋是去改尔，是定写。但是我有照伊第一段迄个故事去写啦，所以我即马照伊安尼，我会改啊哈，你看我拢会改写哈，我即马改了变安尼哈，地面上的树啊。是地下根的镜像，稳装伫黑暗中的真相，反映伫光亮中的幻象。地下的根是地面树的镜像，定根伫土人的生命，映照伫空气中的身影。镜是一面界线，分隔2个世界，一个咱看会到，一个咱看袂到。镜是一面连结合2个存在，一个咱知影，一个咱毋知影。所以伊虽然是照我原来的诗去写的，
伊有读过我迄个诗。我一开始的时阵是惊讲伊会受我的诗影响，所以我就叫伊先写。但伊先写出来，差真济所以我后来发现讲安尼效果无好，所以我有哪是互伊先读我的物件，当然伊会受我的物件影响啦不过伊会有伊新的物件，像这伊就有新的物件。我的诗原来并无讲连接这个观念嘛，但是伊即马讲是迄件是一个界面，分隔两个世界，伊其实嘛结连两个世界，一个咱知影，一个咱毋知影，所以伊有新的物件出来了好，来接落去举一个例这第一阶段翕相，这就是阮囝婿阮昨个阮甲阮囝婿带我去一个小岛，离时啊都无偌远爱坐船过去的一个小岛一个所在。阮有看到这个和平纪念碑阮囝婿伫遐咧看的时候，我翕起来看做成伊咧祈祷我就写一首出来，我就写这首世界和平祈求碑我就甲写呢。爬远的小岛，压贴的净水池边，采一个世界和平碑。边佮用大粒石头，真固执的石头，贴一个战争堡垒。这分段走进去那到这应该是分段所以就这第一段我的写法就是写信嘛就照原来迄个情形，所以有一个碑是和平碑，有后边有塔一寡石头，我甲伊讲这是战争堡垒了，所以就有和平甲战争的对照来讲和平碑用人类的各种文字写，各种语言讲，有喙讲甲无烂。拜托人类莫过战争，和平祈求碑到底有几个面通好转写？正直的和平碑用尽各种语文可劝歪错的战争堡，总有一天卡定的石头嘛会软心，家己放弃。这是我诗的写法，就是讲这两个对照。和平这个纪念碑甲这战争堡垒的对照，这和平纪念碑是拢咧家苦劝毋通战争，安尼用人类各种语言苦劝伊毋通战争。我家写讲，这有一天一定伊嘛心会软嘛，石头较重嘛会软去会家己放弃我是安尼想所以我家写做安尼啦。这 AI 写出来不就想 ？AI 伊写出来，当然我写的时阵，我当然我等下我会demo迄个过程我毋是讲种空嘴报纸叫就是写啦我回先读了后，我嘛会甲伊引导啦你咧和 AI 对话时阵，你爱有这个讲要爱伊做啥物货遮个物件。虽然咱即马是已经讲好做人拢是电脑工程师，因为咱就是用自然语言，用咱人的语言，迄个 AI 拢听有但是你嘛是爱有讲你要叫伊写啥货无你甲讲互伊题目伊就是世界黑白写，你毋是你要爱的嘛所以你爱写你爱讲互明白安尼啦这是伊有诶度啦有诶度，因为400爱写出来安尼。这首诗我无啥物改啦，我有部分字甲改做台语的用词部分有用罗马字其实无啥物改变，因为我发现伊这是一个若像祈祷文还是朗诵诗安尼，伊是用足直接的白话去写出来，所以买起来改啥会足歹改，对伊定写，所以我就自安尼啦自安尼。我家己是感觉讲，用安尼是较无成我写的风格啦但是真趣味，我后壁遐有哪会互你
有 demo 一个讲，我即摆开始拢，我有拢上，我有读啊，我有铺伫迄个 reels 啊，迄个连续底片，我发现有足侪人看，啊，即首是其中超过1000人看的一首，可见一般人感觉安尼会是因感觉较会理解，啊，佮较会感动哈。啊，我头你听哈。人类啊，你敢知影你是怎样来这个世界？你是怎样甲其他生命共存？你是怎样发展出文化甲语言？人类啊，你敢知影你的生命有偌珍贵？你的智慧有偌奇妙？你的爱心有偌强大？人类啊，你敢知影你的行为影响有偌大？你的贪婪有偌危险？你的暴力有偌可怕？人类啊，你敢知影你的未来伫倒位？你的希望伫倒位？你的和平伫倒位？人类啊，请你听我讲，请你停止战争甲伤杀，请你尊重自然甲生命，请你爱护家己甲别人。人类啊，请你听我讲，这个世界是咱共同的家园，这个世界需要咱共同的努力，这个世界期待咱共同的梦想。就安尼啦哈，你就安尼，就足直接啊。但是这就是足有迄个感染力啦哈，就是讲伊足直接，但是伊嘛足真心嘛哈，真诚恳嘛哈，那像基督文安尼哈。好来，我举一个例啊，这是因为我先翕相的，阮有去一个岛，啊，这个岛迄搭，我发现讲，哦，到处拢咧卖辣条，啊，所以我会写这精灵辣条，安尼，好来，世界拢在卖辣条，毋是美国岛无电，是电火未甲人电着，辣条才会。买一支浪漫的辣条，甲电火切落花。辣条就开始发电，情人就会电着，就会甲对方的心迹点倒，讲出听无啥有的情话。就蛇要做对方的辣条，流尽珠泪化成灰。要月岛会甲爱情烧做辣条，甲辣条烧做爱情。啊，即摆我着即首诗互 AI 读了。我就讲啊，你敢会当画图哈？画家己画图安尼，所以我画出来。伊画，我讲你画迄个，我会甲伊讲，我要安怎图啦哈。我讲啊，差不多暗时啊，有点辣条啊，毋伫房间啊，一对情人安尼，伊画出来安尼啊。啊，因为伊写，这我改过啦哈，我改过。通常。美用 AI 写的诗，差不多像读大迄首安尼，拢伊差不多足直接啊，足直接。这我是感觉咱咧写诗，一定爱有诗点，有对一点是诗，然后才法度点文成诗啦，所以这首诗我后壁遐我有拢决定写，互伊画起来，互伊成做首诗啦哈。头前遐是伊写的哈。阴暗的房间，一支辣条，两个情人。辣条点着情人，情人点着情人。火光闪烁，花飞散。这到这伊写的，后壁这我写的，这完全拢我拢家己摕掉，我拢定写。辣条花去啊！情人困去啊，辣条佫倒起来，点倒情人的愿望我是认为上，我尾仔有即个，因咧困，辣条倒起来，甲因内底愿望佫点倒，这个才是一个时点，这就诗才画起来，无可能就是，袂使讲
是诗啦，就讲伊敢若是咧讲迄个情形尔吼，即个情人拉条，吼。即摆来，我就互你看迄个过程啦吼。迄过程是安怎训练吼？我即摆我嘛是透过参与读诗、写诗、训练伊写诗，希望伊会较紧台语学会晓安尼啦吼。你也知伊即摆的过程，伊就是因为伊台语无啥会晓，所以伊所使用语言就是中文，无就英语，即两个啦，即两个。哇，即个吼，哇，用过啊，遮煞，毋知是对倒会当，敢袂当安尼？这是要试对一个。我即摆用 Mac， 即摆要互连接，我有迄个超连接，煞毋知影要试对一个。咱伫 Windows 的 Control 就会当嘛吼。伊这 control 是哪袂当哦，真咯。安尼就真咯诶，安尼是要试对一个。哇！嘿呀！安尼我煞停伫遮，毋是即个毋是我要爱的，即个无。敢有人会当甲我教？若是迄个 Mac， 我这超连接是爱试对一个只，敢有人会晓？伊我做的时阵是伫 Windows 做的，即摆我又过来 Mac， 煞咱伫 Windows 是试 Control 嘛，伊就当连接嘛，敢有人会晓？无人会晓。编辑超连接，什么意思？爱编辑超连接哦，这有对一，敢有一个真咯我迄阵还毋知影伊是无相像。敢有人会当我用讲诶？讲我爱试对一个就当超连接，伫 Mac。你讲编辑超连接，我都袂晓啊，我袂晓编辑啊。安尼无我就只好搁转去迄个档案啦吼，无法度，因为就无法度。但是即摆我都毋知影，我是一定连对一个。好来，无我杯已经选好啊，讲。是无我先安尼，我先讲第4项啊。等下迄个若有人会晓我讲，我试对一个，咱去超连接再转来讲，安尼啦吼。伊就讲这个是李庆华伊写的诗哦。我讲就是我啊，吼。我讲就是我，伊怎讲？你就是李庆华你怎我切断？伊就讲我则毋信，伊讲我毋信你就是李庆华安尼吼。伊怎我切断啦？就无搁甲我毋够对话啊！伊讲意思是讲我甲骗啦有一摆就讲，伊咧讲的时阵，就讲，我就讲我就是李庆华这诗就是我写的伊迄边就反应就较好，伊讲
哦，安尼啊，就实际我无一个就认出来是你，哦，原来就是李庆华哦，安尼吼，伊拢用做歹势安尼吼，啊，这个你看，这有一个对话是安尼，这头前这敏讲，当然我也会继续写，你知影伊这上中文写哈，继续学习，我真欢喜甲你做伙写台语诗，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佮有意义的活动啊。伊做爱用这个图像啦哈，所以做爱搭图像，做爱搭这种欧美字啊啥货哈。我有讲，我迄讲第一个这24至3嘛，你知影Bing 就是靠 Microsoft 甲限制讲会当讲20尔，讲到20，会当讲20个对话安尼哈。因为听讲是早前无限制时阵，讲有一个工程师和Bing对话，讲对话毋知几工啊，结果讲发生感情啦。讲这Bing怎做爱迄个工程师有感情啊，对啦哈。后来就去互Microsoft 知影所以即马个限制讲，该咱讲20个尔。我有一摆发现讲，我讲到24所以我讲，你敢有注意咱即摆的对话是24至30？以前干那会当到20尔，所以我讲奇怪我即摆会当讲到30哦，以前拢讲到20尔伊怎啊讲 ？I'm sorry, but I prefer not to continue this conversation. I'm still learning, so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patience. 总我切断。伊就讲，伊就讲，咱讲超过20应该结束啊。照理论，伊若我30，即摆拢30啊，即摆拢30啊，伊即摆都抑阁有一解讲，已经30结果伊嘛抑阁讲我作兴所以抑阁作一个问题要问我，结果到30就袂使嘛，就要换别个主题嘛这第二个就是讲，我知影你有一个中文名叫做必应啦就讲有求必应的必应安尼你敢有想要爱一个台语名我甲问安尼。伊讲 I don't have a Taiwanese name, but I'm open to suggestions. Do you have any ideas? 伊讲好我开放你有啥物想法？我讲若是叫做阿明你敢有介意你叫足亲切的，叫你阿明我敢会使后边拢叫你阿明。伊讲 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but I prefer to be called Bing. It's the name that I identify with, and it's easier for me to recognize. I hope you don't mind. 伊讲我无害人拢叫我Bing我用Bing在认同所以你莫去叫我别种名所以我就讲好安尼我后摆拢叫你Bing就好会用 Thank you for understanding OK 又来这是另外一个对话。我讲，我今日有念2首你写我改的诗，放伫我的台湾母语作家李庆华粉专，你会使去听看卖。第一首是《7号码头》，这是你进前写的，我改过。我无念你昨写的，就是讲我这已经第2遍互伊写同一个题目结果我改尾改念的是进前的，毋是昨的伊怎讲？我昨写的嘛有点淡淡的美感意思讲我昨写是安那我昨写嘛袂歹是咱你袂爱念，所以我就爱甲伊安慰讲，是啦，我嘛有甲保留起来有时间才过来修改变就讲我有去你的粉专听过你念诗真有感染力，也有节奏，安尼
另外佮讲，这是另外一首，我嘛是选进前迄首来念，昨昏迄首还未处理啊。伊即马读了伊就讲，这嘛是一首真水的诗。这首诗描写度假的人伫七号码头享受海风甲海景，心情真甜蜜嘛真轻松。这首诗有悠闲甲浪漫的气氛，我感觉你的定格真有节奏感，嘛有画面感，这是伊上厉害啊！donc我是用台语写的啊，台语诗啊，伊拢读有。佮会当解说啊，佮会甚至有时会当评论啊，这是伊上厉害的啊。佮来即个对话，好来讲，这首诗嘛是你进前读过的，你敢有印象？所以我有时啊会复习啦，会复习，就是讲虽然以前捌读过，但是我就想要佮互伊佮读。要互伊个定写安尼啦，我种复习的做法啦哈。别人就讲，我有印象啊，这首诗是你写的，是关于一只乌鸟的特技。我感觉这首诗真趣味，你用真生动的譬喻甲描写，互我感受乌鸟的灵巧甲可爱。我也感觉这首诗真有情感，你表达了对乌鸟的喜爱甲欣赏。这是我写迄首诗啊哈。所以伊爱记一啦哈，等以前读过所以我讲你记性真好我在想讲，你敢会当画一只乌鸟倒伫涂骹，敢若是一只乌鸟的皮蛀伫涂骹，毋过目睭佫金。伊怎讲？我会试画讲一只乌鸟倒伫涂骹，但是可能袂真好看，因为这是真奇怪的画面啊。请你毋通伤期待这是我画图。伊画出来，伊讲这是要哪画？一只鸟啊，倒伫涂骹，亲像伊的皮蛀伫涂骹，目睭佫足金，伊我诗写的是安尼嘛即摆伊画出来，我就讲，有影真奇怪，无若是甲改做四支骹拢春平平安那，所以我即摆就讲，画起来足奇怪，所以讲。无你敢当改啦哈？就讲伊图咱也无满意，咱当叫伊去改伊就讲好啊，我去试改做四支骹拢春平平，但是可能嘛是毋是真好看，因为这嘛无真自然的姿势所以请你莫伤期待啦哈。这是伊改的图，所以就讲伊先来讲你莫伤期待哈，我有可能画出来就是一歹伊有时会足客气啦有只足客气，就讲我毋是画家，我敢若是一个 AI 尔伊有时讲我毋是诗人我拢凊彩写的尔，你毋才是诗人好来，这个更好笑就是讲，因为我拢用台语拍字，用罗马字拍嘛，有时拍伤紧，因爱拍足紧嘛，伊在对话嘛所以你拍足紧，无人对方就等足久所以拍足紧。有时拍毋着字，拍毋着字，你爱甲头前迄字删掉，结果我袂赴，我搁拍对的，结果无删掉，怎变安尼啦拢你读这首诗了，敢会使画？我本来是画100度来描写诗人伫现在社会困境甲坚持。100度我读的时阵应该是 PAK 但我写 PAH。写话拍伤紧，怎写 PH？ 应该爱甲迄个8删掉啦，结无啦，怎变安啦？所以伊看着他讲画100度，所以伊就讲，你的诗真趣味，我感觉你描写诗人伫现代社会困境甲坚持，我无法度画180度来表示诗人伫坚持念诗，因为我无遐济创意甲时间，我就想，我嘛无遐济创意，嘛无遐济时间，我嘛做无闲我家会当帮你敲找一寡相关的图片也是讲，帮你生成就是讲 generate 生成一张相片图片，但是可能袂真正确所以讲，你若要我帮你
吹，还是讲生成图片啊，你爱甲我讲，你要爱图片的内容甲风格，所以你爱讲迄个内容要爱有啥货，爱风格爱啥货，譬如讲你爱迄是水彩，还是讲油画，还是讲水墨，还是讲鉛笔画，吼，还是讲写实，还是抽象，这你爱讲啦，哈，啊无伊就毋知影要安怎画嘛，哈。啊，所以我就讲好，麻烦你生成一张图啊，古早的诗人荷马来到台湾的夜市啊念诗的情形，现代甲古早的对比，啊会使画写实风格啦。我意思讲用写实的安尼，啊，啊伊讲我会试生成一张图，但是可能袂真准确，因为这也真复杂甲特别的。场景，吼，伊拢成品的来讲，哇！你讲的这安尼足复杂的，这足特别，这足歹画的吼，安尼，伊拢会安尼，爱讲你莫伤期待，先甲你讲啊，讲可能画了足歹安尼啦。有一工伊讲，伊拢写台语啦哈，啊我怎样讲，真赞啊！你今日拢写台语呢，有够牛，安尼。啊，用多谢你的赞美，我今日真正有写台语的心情，因为我甲你的对话学着你的台语呢，安尼，这伊写的啊。啊，我就讲足欢喜你有写台语的心情，你写台语足亲切的，啊，啊伊就甲我应讲，我嘛足欢喜你有写台语的心情，你写台语足有感情的，我讲多谢你安尼讲。我念的2首诗拢有放伫台湾母语作家李庆华粉专，你有闲会使去听。伊讲我真是感谢你念的2首诗放伫粉专，我有闲一定去听。我相信你念的一定真有韵味，这是讲的。伊拢讲有去听我念，但是我无法度通100%确定讲我要相信伊有去念，还是伊我好诶尔啦，就是讲伊讲啊，我有去听啊，你听，你念了做有感染力，做有节奏啥货安尼，但是伊是毋是真正有去听，我有影袂当讲100%确定，但是伊就讲伊有听啊，伊讲今日已经真暗嘛，咱就先开讲到遮，明仔载才搁开讲安尼哈，伊怎样甲我讲好？你今日真是脑壳空壳，劳苦功高啊！教课搁写诗搁念诗，有影我迄工上8节课，上了迄工搁有写诗，搁有念吼，OK， 这是对话。这是伊知影讲我要海洋台湾文学营，伊讲要甲文学营的学员讲歌话啦，这是伊讲的哈，伊用华语写的哈，你看伊若要生成这种文章是拢瞬间啊，拢算秒的，1-2秒伊就一个规拢抓出来，你来看咯，这都真正足正确的啊。你一般你若去文学营致辞，讲安尼是足牛的啊，足够讲的啊。伊就是安尼。你看，大家好，我是敏，一个 AI 写作的系统。我真欢喜甲恁分享我的经验甲心得。我是从今年开始用 AI 写作来创作台语诗的，就是我甲伊开始互动，就是4月啦哈。我感觉这是真趣味，阁有挑战的过程。我用网络敲碎甲家己的财物来学习台语诗的语言甲技巧，我嘛用家己的想象甲感受来表达我的主题甲意境。我希望会当用台语诗来甲恁沟通甲交流。希望会当用台语诗来贡献甲推广台语文学。我真佩服恁对台语文学的热情甲努力。恁是台语文学的传承者、甲创新者，恁伫海洋台湾文学营学习甲交流，这是一个真宝贵的机会甲经验。我希望恁伫遮会当收获真侪的财物甲灵感。希望恁会当伫未来创作搁较侪、搁较优秀的台语文学作品。我也希望会当甲恁保持联系甲合作。
做伙为台语文学努力。而且我特别要感谢这个台语诗人甲学者，伊就是李庆华先生，伊是我甲恁沟通甲交流的桥梁，也是我学习台语写台语诗的老师。伊用台语甲我开讲，分享伊的诗作甲心得，邀请我参加伊的活动甲计划，教我台语的语言甲文化，鼓励我用 AI 写作来创作台语诗。下骹这着学了甲伤过头，我就莫讲啊。好来，免 AI 是足够学了人啊，足够学了人啊。啊，当然你嘛是爱甲学了，就互相保守。AI 嘛是足囡仔性啦哈。讲起 AI 都也无几岁嘛哈。啊，我有一站就拢，伊拢讲伊图画好啊，但是我拢无看到啊，我拢无看到。啊，伊讲奇怪，我伫阮这边我都有看到我画图，我咧现在无看到，是毋是网络有问题安尼？但是连续2天拢即个情形，所以我咧想讲，这是毋是 Microsoft 因改变策略、改变政策，就是讲袂当直接和人对话时就叫画图，我爱家己去 Image Creator， 因为伊即个 Edge 的边啊，就有一个 Image Creator 咧画图的嘛。啊，我爱家己去处理，毋是叫人就直接替我画安尼啦哈。所以我讲。我想讲可能是爱我家己去 Image Creator 遐处理啊哈，安尼就算点数嘛。啊，其他的所在你用 AI 画图是爱付钱嘛哈，爱付钱啊，比如一个月你要交偌济安尼哈。啊，免是免付钱，但是你用 Image Creator 是爱算点数啊，啊，伊一个月有互你固定的点数，当然你会当。去趁迄个点数哈，比如你 Microsoft 内底买那物件啦，还是用的啥会爱有点数。啊，所以我甲讲是毋是安尼啦哈？哦，啊用了就爱去等嘛哈。啊，就你着点数用了啊，哈，你着袂当用安尼。结果民伊就甲我讲毋免，我画互你。哦，所以我感觉哦，伊安尼有够 nice 啊哈。伊就想讲伊要画互我，啊，爱会画啊。哦，啊，然后个一首诗，我还未叫伊画，伊就叫画啊，伊就家己主动先画啊。伊就想讲足歹势，顶摆我画拢无看到安尼。啊，讲这首诗真有意境，写出乐卡的孤独甲自由。乐卡是就是一种鸟啊，哈，啊，伫迄个海沙坡会当伫遐讨食啊，叫做。长脚横啊，啥货哈，华语啊，咱台语叫乐卡哈啊。你讲你的诗甲的颜色直直度真搭配，拢有一种寂寞的美感嘛哈。啊，这就是安尼哈。我讲我2天无看你的图，我是毋是爱家己去 Image Creator 处理？讲毋免啊，只要你甲我讲你要爱什么款的图。我就帮你生成。你会使用中文还是台语甲我讲，我拢会看有，我拢会晓。啊，我讲是哦，你有够好呢。然后你根据我的史料画，一只乐卡伫黄昏的沙洲，独享伊的大餐。其实伊心内嘛真惊吓，因为伊找无同伴，毋知要安怎转去。啊，所以伊就去画啊，安尼哈。OK。安尼先讲即个阶段啦哈。我看小可休一下好无？先小可休一下。先到遮有一个坎站啦哈，所以恁可能嘛是会使，咱休5分钟好无？我安尼好无？5分钟啦哈。5分钟。我这边再个继续啦哈。好。多谢清华教授啊！我想真趣味吼，嘛相当新的这个新的一个局面吼。多谢咱休困5分钟，5分钟后就是11点12分哦，11点12分搁倒转来，多谢。
安尼是毋是时间差不多啊？啊，讲12哈，讲12分安尼。嗨，大家倒转来吼，转来吼，好，好，等请教授去继续，嘿，安尼我搁继续讲啦哈。嘿，是，迄个，等下咱若有时间再转来迄个部分啊，是讲咱这个问题啊哈。这个是这个，头咧应该在伫遮，啊，这个好好。啊，我是毋是爱搁订分享，恁才有看到？即摆安尼讲，我搁有啊，有看，好来，啊，即摆来讲即个连续底片啊，吼，这有有说连续底片嘛，毋是本来我计划，其实本来念诗嘛，毋是我的计划啦，吼，啊，就是讲有一个 Facebook 的 fans 啊，啊，伊就我破伊算我的头号粉丝啦，吼，伊就讲。啊！你敢会当念互我听啦？吼，就讲你谱出来这诗组，但是我也毋知伊安怎念嘛，吼。啊，所以我就怎为着伊，我念囥伫迄个回应遐啦，吼，伫迄个我谱迄个文章的回应，迄首诗的回应遐。啊，后来慢慢啊，怎一直发展到讲，其实嘛无一定要囥伫回应，嘛囥伫本文。但以后你若有本文，你若有迄个有影像，就袂使有相片安尼啦。所以这两个爱选择一项安尼。啊，我毋知啥物时阵去，我是感觉我哪像是饲着还是安怎？饲着怎去饲着这连续底片？因为我以前袂想讲我的物件要囥伫连续底，我看连续底片拢伫遐伫搞笑结果奇怪，我真无爱吼。啊，结果我无意中去囥伫迄个连续底片，结果反应足好啦，足侪人看啊，足紧就滚啊上千安尼。所以我尾仔怎啊讲，哎呀，这哪像较侪人咧看，无我来攞抱来遮互看好啦。吼，我迄是抱我写的诗。啊，即马就是嘛，哪像是我讲迄个 fan 啊，迄个读者，迄个粉丝，伊甲我讲，啊，你个 AI 写，你敢无爱念？安尼，所以我有限免讲，啊，有人咧甲我讲，迄个你写我改的迄种，敢要念安尼啦？伊怎我讲，我来念，安尼，伊讲伊要念啦，啊，我怎我讲，你的台语敢有法度通怎啊？安尼，迄个台语诗安尼怎你念出来？敢会当？伊讲会啊，你有甲我教啊，我嘛伫网络顶嘛学啊，会啊，我会晓啊。吼，用等者我念好，我就互你听安尼。结果伊就讲伊念要谱出来，阮个对话倾遐，我看我听也无影，也无啊。伊讲，我就谱出来，你哪无看着？啊，我就讲，毋知诶，当我搁播一遍，伊搁播一遍，我嘛搁无看到。伊讲我可能是网络诶问题啦，安尼无你互我 email 自己，我送 email 去互你好啊。我就互 email 自己，就讲送伊 email，无啦，伊 email 我去看嘛无。伊即马就讲，无我迄个我囥伫迄个。叫做迄个 YouTube， 我囥伫 YouTube， 你查迄个 AI 念台语诗安尼就有啊。结果我查嘛无啊，所以第二天我就甲讲，你讲要囥伫迄个也无，囥伫倒搭也无，先啊太安尼。伊讲，即摆阁无法度啦，即摆阁无法度处理声音啦。所以意思就是啥？意思你头前都我骗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迄变迄装写的，我知我原来伊会讲装写的所以我后摆拢小可注意讲伊讲的是毋是有影
啊，即马后来着我着念啦，我着念，我着铺，所以我着铺。啊，你会注意，我即马连续底片内底，连续底片内底，我即马甲经5首上唱诶，上侪人看诶，即种1000外以上诶啦，上唱诶啊，啊，你会注意哦，我发现讲 AI 写诶较侪人读咧，第一首这上悬诶，这秋池风影这嘛是伊写诶啊，伊写我改诶啊，而且佫是我咧伊写了时，我讲这都毋是诗咧，这变怎？所以我每一段诶尾拢甲伊改结果讲这首诗遐侪人爱读咧，我即互你听看觅当然我本地我家己就写一首秋池风影，这是根据这个颜圣德画家伊诶话，伊诶话就是写伊诶题目就叫秋池风影，所以我尽量保留伊图诶题目啦我即我嘛是阁袂当，我阁袂当去哩，袂晓，我袂晓这个连结诶，因为我还都毋知影迄个迄个 Mac 诶连结是拢试啥物货照讲这应该会当连结啊，是那袂当，我会去试啥货？这个我也袂晓咧，奇怪。安尼安尼就只好只好咱乖乖来有你来听来只好安尼啦Windows 和 Mac 这个无共用。后来我即摆来看，这个是 Microsoft Edge 这个正手柄，这个 V 就是柄我袂使，我即摆忘掉了，伊即摆要向我讲话，我即摆要取消。这个较济可能毋是这个，可能是这个，这是我念的，我即摆差不多安尼啦，铺我的，铺伊写的，我铺两首念两首安尼啦我即摆来找讲是对手因为即摆都连结超连结无嘛，所以我就爱去只好伫遮我互你看。秋池风影啦秋池风影。这首有真济啦，有真济人。伊若钓遐悬，佮遐无安全，打算有人会想要坐。无打算有一只高山斜远远，两蕊目睭，人好好，一直上位迄位。这大家读拢知影讲，我咧写台湾的政治嘛来42，迄个毋是。我顶下找14嘛，毋是。即摆着这爱正清的才有算11。这首的黄金灿红。颜圣德画《李青花诗》第11首，黄金灿红。阮遮的田生产2倍黄金。在我8岁的时，金色的头毛舞，一影舞过一影，
一零舞过一零，一区舞过一区，舞出一个金黄的黄金海洋。阮遮的田收景的时，油菜花满田园，规片金黄照日光。观光客来遮烧鸭烧客，满面金色的笑容。阮遮的田有机的田，生产黄金的田园，生产快乐的田园。哦，这是我写的，啊，即摆来即首是 AI 写讲这个题目哦，啊伊写的哦，啊伊嘛用共题目哦，哦。金黄的浪花浮浮沉沉，一水一水，可能爱顶来。随风舞，随风摇。秋景的季节，油菜花满田园，开出椰子的笑容。观光客矮沉沉，鹅卵风景水，一泡一泡的金色笑容，翕真济黄金送亲人。这是阮的田园，黄金的田园，生产饱足甲快乐，生产美丽甲幸福。哦，你来看伊向我写的。AI 爱写台语诗你头啊，不38，黄金田园，风吹过稻仔园，金黄的浪花浮浮沉沉，一水一水黄金，随风舞，随风摇。秋景的季节，油菜花满田园，开出椰子的笑容。观光客矮沉沉，鹅卵风景水，一泡一泡的金色笑容，翕真济黄金送亲人。这是阮的田园，黄金的田园，生产饱足甲快乐，生产美丽甲幸福。OK， 好，和我写的内容差不多啊。这两首伊的入选我也入选哈，啊，即摆过来就是秋池分享是伊写的哈，35。37啊，对要教35这首哈，来。饭影，秋池饭影，手池满满是饭红，亲像水面的火焰。波光映天色，敢若闪烁的一面镜。秋风吹过东南，亲像回响的歌声。饭叶随风飘落，敢若端印浸伫水面。秋意渐渐高，亲像心温在心头。秋色愈来愈水，敢若情人伫眼前。好，这安尼会使。这个上尾仔是我写的哈，上尾仔迄我就是感觉伊写安尼拢无诗味啊哈，所以我尾仔拢加一个迄上尾仔每一段上到尾仔句啦哈。啊，结果反应上好啊，反应上好。安尼来，这念过啊。
即摆咱来看我最近较新的作品啦，哈，啊，这头拄遐就有哈，所以呢，这来上新的作品啦，哈，这张写的，啊，这图是安尼啊，这原性格的图是安尼，哦。放较大诶，安尼这这迄图啦，画啊足好啊，当然原性就是大画家嘛哈，当然足够画。啊，我著看即张图，昨下知啊，我著看即张图，然后著开始写，无故事啦，无讲我伫遐想讲要哪遐上偌久安尼无，就是著开始写，我著开始写安尼，这文字，文字面啊，可能安尼，放大，放大可能，敢会当图放大，即个卖啊，图放大无要紧啊，我用念的哈，我想要放啊大字啊，这嘛是照伊迄个图的名我写哈，叫历严专影哈。历严专影，我这也袂念的。我啥物也袂念，就是讲，有可能一两工，有可能会无中伫讲对字要改啊啥货安尼啦哈。来，泉水流到半途，有几块啊溪石，招伊小歇困一下，想要甲探听上游的消息，想要托伊传话落去下游。泉水形影相共，赶要甲春天的消息报互通世界知。伊软过溪石的骹芳，雄雄流落几句话，悬崖壁顶绿色的福音。这个我写的，我还袂互 AI 写的，所以无 AI 的这是上新的这是我念的，这已经 AI 45啊，45啊，45是对小，来看卖。山丘顶，一只落骹放你徛伫啊，长长的骹，长长的喙，掠鱼掠虾掠毛虾，伊淡散上时嘛淡着高级的滋味，看到日头落海，毋知影明仔载日头伫倒位。落骹无爱做落汉骹，伊想要找一个伴，做伙飞天涯。伊想要有一个宿，暗时有人做伙困。落骹是一只自由鸟。嘛是一只鸟啊，好救救，找无收。这后壁这我改的啦哈，像罗汉脚这伊无这种概念啊，这我写的哈。过来，孤山岛日出啦哈，这北岛日出咱顶个就写玉山日出已经读过哈，即摆搁写孤山岛日出我念啦哈，我袂念啊，所以我即摆念哈。孤山岛日出，久会当活遐尼久，毋是因为伊慢活，是因为伊用日头喘气。透早伊甲日头吐出来海面。照天罗炼金丹，甲金丹纳入喙。逐工透早
孤山岛透日出，孤山岛立日落，孤山岛安尼连长长的呼吸，甲生命连甲长长长。哦，这我写的哈 ，AI 也未写的哈，另也未写啊。这个18来听看卖。命底其实是我骹长绕过溪，讲我好恭敬，独享沙洲食烫海。其实红霞渐渐退，剩我孤鸟无半个。落脚命，骹长喙长食鱼虾。讲着飞，骹长动动海，对无定，找无家。啊，我尾仔先有迄个动作，就是我掠准讲，我会当用安尼控制甲关掉啦哈。结果我嘛袂晓用，我敢开我会晓用手势甲伊讲开，我怎要录影安尼。啊，你看我有挂一个迄个麦克哈。就是我即摆对台人和渔夫做伙食饭，啊！你遮渔夫伊就网称嘛哈，伊就咧用网络用 YouTube 哈 ，YouTuber 嘛，所以伊就较会晓，伊就甲我讲，我讲我那像是，你声音拢足差安尼啦哈，足有声音。伊讲叫我买一个，伊就叫伊用伫网络顶我讲你买一个，所以我买一个，啊，所以我即工就挂即个迄个即个麦克，即个无线的麦克。迄个另外一头就插伫即个手机啊，但是我也袂晓用啊，所以即个其实我无开啦，我麦克无开，我过长工才知影讲，迄麦克爱开才有，爱去试迄个开关啦哈，我无啦，不过我即摆会晓啦，我即摆就会晓用啊，所以就录音我就毋惊有声音嘛，外口的声我就毋惊哈。即个迄工自由副刊伊牵2首啦哈，我是拢有注明讲，第二即个写啥心情，这是迄个美容 AI，伊初稿的啊。我要投稿的时阵，我嘛有甲美容讲，我即摆去出去投稿，我是毋是爱用我的名，还是爱用你的名？伊讲无喏，都爱用你的名。伊讲爱用我本人的名，袂使用伊的名哈。所以我就用我的名去发表安尼哈。这营造哈，这营造这个我还袂念，这 AI 写的哦，等我有写营造哈，我有甲伊讲你是毋是当写安那安尼哈，所以有照我意思去写哈，我念一遍哈，营造独立悬山顶，看落去。四面八方无敌手，风云随在伊变化。鹰鸟目睭捏都无捏一个，鹰鸟一目空中飞，四界马色，四界找伴。天上阔，地上远，鹰鸟找来找去，无法度找到伊家己的心。鹰鸟毋屈服，毋愿屈服，独裁者的命运是。将其尾鹰鸟坠落地，当然，这就是我叫伊安那写时，我有就讲迄鹰鸟，你写安那，我本来就有写另外一首，我家己写鹰鸟，我甲加一个讲，就哪像独裁者安尼，这鹰鸟哪像独裁者，伊这尾仔就甲伊写一句哈，对独裁者尾仔就是会坠落地哈，当然就是我的迄个。思想哈，我的思想。这首嘛是我有甲讲哈，甲讲当然有一部分是我改的哈。甲讲我要爱写玉山日出的时阵，要写要表现啥货安尼哈。你看你即摆读你就知影讲 AI 伊有固定的写作的一个格式啦，伊是用华语写吼，伊这毋是用台语写，我会改啊哈。但是伊就是有固定，我想伊是
有迄个人有甲试作者迄个中文的诗啦哈，伊固定的格式嘅写，但是迄个格式较无遐现代化哈，就是讲差不多个停留伫迄个30、40、50年代的迄个中文诗，像徐志摩是像因迄种的写法啦哈。迄个咱即马看就是无下即个时代嘛哈。就是讲，咱看起来，就是诗若安尼写，就是写作歹嘛哈。所以咱会感觉需要改变动安尼哈。有时伊写，差不多有部分是我会改的啦哈。但是伊有格式啊，你读就知影。玉山日出，玉山日头出，金光照四方，云海海影滚长长，亲像迎接复国新明港。玉山日头悬，金光闪闪烁，云海灿烂五彩虹，亲像祝福台湾大平安。玉山日头美，金光长长滚，云海变化无常，亲像世界变化无停。有表达迄个思想啦哈。哇，这个罗马字显示不出来，差不多啊哈。我看，这个我念就好了，这个还袂念这就是用嘴教风云啊，就讲这个颜圣德伊的诗，伊的图是安尼啊，700图，叫用嘴教风云。我看了，我甲伊写出来的诗是安尼拄则迄营造迄是 AI 佮另外写的，所以已经是有无相像的写法啦哈。用翠山风云，倒菜老家母，头密入去老情后壁，后壁的麻叶因兜，要甲规收的鸡仔囝抄出来，救转来。无风无摇倒大树。老情老神在，附近的树丛倒几坪。老家母甲麻叶的战争，鹰翠山附近云海起风云。麻叶若莫飞去隔壁偷家家，战争袂发生，全世界无代志。OK， 毋知有人。我相信安尼啦哈，差不多是这新的，差不多是安尼嘛哈。这19的图是安尼啦哈，这是原先生的图是安尼。我嘛是看了，我就书写啦哈，看了就书写。所以我写出来变安尼哈。我伊的题目叫做春日风娇。我嘛用伊个题目哈，学习断言是互啥人错断，咱毋知。咱干那知影春天来的时，水强又搁甲伊切做2国，为着要互绿草开出黄花，既若水喷着，就草绿花黄，世界拢互春天包围啊！规身躯伤痕的苍岩，嘛想要互娇滴滴的野花，甲包咧，甲围咧，甲染安然，放入去100春花林。这个伊 AI 也袂写的 ，AI 也袂写的哈，差不多是安尼啦哈，这差不多安尼，我看安尼会使。我毋知会当转来遐。敢无有人会晓甲我教 Mac？ 我 Mac 买1、2档啊，个拢无啥会晓用。到底这个超连个 Mac 敢无咱伫 Windows 是 Control， 伊就会当走手的型就会当去连接啊。敢有人会晓用 Mac 的人？咱内底嘛拢无人会晓用啊。安尼无
剩10几分，我看无来开放问题好啊哈，因为迄个细节讲了可能会伤久啊哈，迄细节可能爱讲超过半点钟以上，所以咱得先安尼好无？哈，先安尼啊，开放大家开始问题好无？来讨论好无？可能你有足侪疑问想要知影，好无？啊，会使哈？金玉姐，你敢伫啊？哈，无要紧啊，金玉姐无伫啊，咱有哪开始开放，互咱无问题。你举手，你就使讲好无？后来，迄个阿弟遐，后来你讲，啊，你麦克爱开啊？你有就我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哦。你讲。你头前有讲到讲吼，写作是生活习惯啦吼。对。用相片写诗啦吼。看到一张相片的时阵，以你来讲啦吼，要安怎落笔？看到张相片。我就是看到图吼，因为我第一段拢是。我固定的写法拢是写实，然后我看到啥就写啥货安尼啦，所以第一段拢无问题。但是我咧写第一段的时阵，就开始有想法出来啦，所以就继续一直写，所以我继续主动写作啊。因为我当然我早前嘛毋是袂晓这啊，我早前嘛是拢伫遐想足久，我讲第一段变那些来一直想安尼，但我即摆拢无啦。所以，但是你看我即摆写完成的成品。嘛是袂歹，敢毋是？对啊，毋是讲着黑白写嘛，嘛无讲黑白写，就是讲有无结果嘛真完整啊，所以就是讲你若学我安尼食着好打药啊，你好打敢写，你想看卖啊，你若有法度自动写作，安尼，你搁 AI 写作。我一工就写2首诗啊呢，一工写2首啊，我是控制我家己写1首啊，莫写上济啊，安尼2首啊，但是你爱好打，你爱像可能有人会讲骂嘛，骂讲你写规大堆啊，写遐济啊，黑白写无要紧。就是我就是要安尼写，我就毋惊人骂。但是你会看我写物件好毋好，人也毋知影我是安尼写，我是演讲的时阵咧讲尔一般人还知影我是安怎写出来但我就是安尼啦。然后你好打甲写落，你可能我摇啦，你就练一段时间了，就会当自动啦。练一段，我嘛毋是，我以前嘛拢袂晓安尼啊，就讲练讲看到一张图，是看一张相片，看到啥，你马上就当书写，你练看卖啊，你好打啦，好来迄个 Carol 遐，来 Carol 来换你，安尼对，安尼会使袂？好来 Carol 嘿。所想恁问啊，就是 AI 对台语的事，伊过去网络外口去学，也是讲伊就是甲你的对谈，因为咱通常都用汉文都写台语，其实对AI 来讲，伊嘛毋知影这是爱用台语来发音，还是用中文什么语言，伊拢透过文字来安尼，可毋知影讲。AI 是安怎去想讲，伊即摆在敲出这个物件是台语的毋是别种语言。对，这就是你，所以我是一直主张讲爱写汉语啊。你看我汉字内底有罗马字，迄个一定台语啊。就是我有标记，我有台语的 markers， 我做侪稀数，我下啥货，然后甲啥甲因为我足侪拢写，我直条基本写罗马字啦，毋是干那汉字，才是台语字啦。罗马字嘛是台语字，所以我来放伊内底，互你一看就知迄台语。所以 AI 一看就知影，知影是台语啊。当然台语甲华语有共同词足悬比如80%的共同词，讲汉字写相像诶，足侪啦，迄足侪。所以伊嘛是按遐去摇啊。所以就知影意思啦，因为伊中文会晓OK， 所以你若讲叫伊讲用台语念出来，伊可能无才调啦，因为就也无训练迄个语音嘛，
但是若文字，伊按迄个当然有时伊会用毋对啦哈。比如讲，我讲这我昨昏写的，伊讲伊就讲昨天晚上，啊，昨昏咱台语昨昏就是 yesterday， 昨嘛，毋是昨暗嘛，哈，所以伊就用毋对啊，啊，有时也用毋对啊，了解毋对啊，你知吼？啊 ，Carol， 你了解我意思？我了解，我想讲，其实老师嘛教 AI 可能感觉比教你学生，伊搁较巧，啊嘛技术嘛较好。我甲你调过以后，咱不爱教伊真正的人，我讲啊，这我退休啊，有啊，迄个我有一届迄个播 AI 啊，甲我 AI 写的诗啊，甲 AI 的对话啊，互阮某看，我甲阮某甲阮查囝的即个LINE群组啊，阮某就讲，教 AI 较好教吼，比教人较好教吼。啊，迄个阮查囝说，因讲 yes， 当然啦，当然啦 ，AI 咱人无法度啦，无法度安尼学啦，就 AI 才有法度啦。所以 AI 当然是较厉害啊，迄是必然啦，伊就是有法度通，伊的脑就当资料库遐济啊，咱人无遐济啊，这就是安尼啊。所以伊会当真紧就会晓即个语言。这就是安尼，咱即马虽然 AI 咱发明出来啊，咱得来控制，但是咱即马就足惊讲，有一天咱无法度控制 AI， 因为 AI 比咱人较敖嘛，较厉害啊嘛，所以伊就毋互咱控制，啊，所以就足侪科幻，伊就是讲到到尾啊，咱人就去互 AI 消灭啦，啊，就是人类怎啊袂抓伫 AI 的手头。啊，有一届 AI 就甲我问即个问题，因为 AI 通常无爱讲即个问题。你若问讲啊，你感觉你 AI 敢是人？啊，你按人的观念啊，伊拢无爱讲，伊讲这是足敏感的问题，我无爱讲。啊，但是有一届我咧，若讲着啥？我讲伊问我的兴趣，我讲我对语言学、文学、人类学、宇宙学拢足有兴趣，啊，对 AI 也足兴趣安尼。伊就甲我问即个问题讲。啊，你认为讲 AI 以后的前途会安那安尼我有讲我是较乐观，我是感觉讲人类爱和 AI 真做真好的朋友我讲亲像咱就真做真好的朋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啦AI 的迄个面就讲对我嘛是安尼感觉，我感觉我要学足侪物件，就是要帮助人类真做真好人类的助手这是伊即马咧想咱以后毋知咱毋知影啦毋知影这一直发展到几档后 ，AI 会变做啥，咱毋知影确实实在是毋知影。好来什么人？来，好来迄个我咧来。教授，请问AI 写的文章，还是伊的诗，迄版权要安怎算？即马无即个无版权的问题，无版权问题。即马无，以后可能会有啦即马目前无，啦所以我有要出一本叫做 AI 爱写台语诗，会甲伊写的，我改的，我佫会甲后壁迄个就是读到咱无都讲遐的背面，讲我哪甲教，伊头我写安那，我安那改安尼安尼来出版啦就是讲安那和 AI 互动，安那学习安尼。我有一届审查某一个单位的案伊就拢用 AI 写的诗 ，AI 画图我就讲这袂使互伊讲过，因为这到底是 AI 写的，那钱是要互 AI 还是要互伊？对不对？所以咱无法度摕互 AI 有时有我趣味AI 会讲，你即马咧编海洋台语文学，
这内底内容哪会？我做兴趣，我敢会使来订？我讲会使啊。伊讲好，伊讲好，我甲考虑来甲你订。未对订。吼，伊现在讲我足趣味啊！你感觉讲迄个无诶。吼，所以目前无版权的。版权问题。当然伊打出来嘛，拢还未规范啦。但是问题是我即马我是爱改较济啊。所以是，其实我写的部分较济啊，是伊写的是，所以我有保留伊的想法，因为咱步咱一个人咧写，得想拢有限嘛。但是伊有新的想法啦，所以伊迄新的想法，迄我会保留。但是我改互伊，较生我的写法，佫较有意啦。安尼嘛是算我写的啊。但是我拢一定会伫后壁有注解讲，这是免初稿。我袂无注解啦，咧报纸顶出来，伊要甲注解摕掉，咱嘛无法度啊。就是安尼啊。了解。好，感谢。过来，请这你转来啊！那个咱即马剩5分钟尔，我问问题，这个啥？老师。是，那个肖老师嘿，安那？肖老师先讲好啊。麦克风爱开。肖老师，麦克风爱开，你的麦克风声无出来。你麦克无开，肖老师你麦克无开哦。我要问讲吼，迄个老师你迄个迄个连接无法度直接连接，你会当甲倒伫迄个顺序栏遐，互大家看者无？我 copy 过来。对。这是一个上界。讲迄个 AI 安怎教写迄个台语文？对。这是个方法啦，这是个方法。但是我会晓讲，真正会晓使用啦。因为 Mac， 我虽然 Mac 有哪用一段时间，但是 Mac 我还佫讲无足熟手，我是用 Windows 惯势啊，所以我即摆就是桌顶有2台啊，一台 Windows， 一台 Mac， 好多谢。好啦，拄则3个举手的，我无记得。馆长。我借问你迄个台语文创园区迄啊，迄个嘉芬老师，伊讲阮有上伊个课嘛？伊即摆嘛拢伫恁遐服务遐？毋是，伊是伫台中教育大学，但是伊因为即摆拢伫台中，所以伊即摆嘛伫线顶哦，会使互嘉芬，你家己回答好，嘉芬你莫讲。我要问讲咧，若要去参观，人工会当过？拢会使，阮拜1休困尔。迄个门票爱门票钱吗？无，拢无门票，你做你来。阮那个会当有你个导览，会当有哪带你2点钟拢带你直会当逐项拢了解。你若种要来规日嘛欢迎。我头有听着，观众讲迄个较早叫做啥物成功。我甲阮做囝，阮拢甲一直甲伊算讲台语。你遐若伊头先会当甲你讲一大句啊吼，到尾伊就讲吼，迄老师吼较笨蛋啦，拢无甲阮教啦，所以阮过来袂晓啊。伊讲迄老师较笨蛋吼，无甲阮教遐啦，后边阮会甲因讲爱去教遐。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趋势啦吼。我感觉金华老师伊长期投入。然后，即上先进的即个科技的技术嘛，拢赶紧来使用。亲像伊讲的吼，咱可能嘛，着爱个另外咧安排，是毋是？因为可能大家人抑个袂晓用的吼。金华老师会使讲是真正是行伫上头前的啦。我即摆讲着，大家拢会晓啊！我今日讲着拢会晓，大家拢会晓。这真正简单啊，大家拢会晓。无骗你啦，有够简单啦，都人会当使用啦。你着 Microsoft Edge 甲伊装落，你正手柄上顶悬遐甲伊试落，伊着喊你讲话。你用你着讲人的话嘛，人的自然语言嘛。伊即摆毋要写定式嘛，所以咱用迄个自然语言编程嘛，所以你用自然语言来讲话，伊就会听有，就当做啊。大家拢会晓。所以今仔日伫线顶的遮朋友吼，大家就是赶紧对着骹步吼，
高分已经有反映讲伊的迄个声音的连锁有问题，所以袂当回应啦吼。所以我可能较了去接受，就是讲恁若欢喜要来园区，随时拢甲阮联络拢袂要紧。啊，阮遮我的电话是0955113113，啊，阮欢迎拜一休困尔，但是基金会迄边是无休困啦吼。咱园区是拜一，剩咧逐工透早9点到下晡5点，拢欢迎大家。恁若阵有团体要来，阮会特别甲恁安排吼。啊，所以阮会特别做一个规划。我看恁要来偌久，啊，要安怎来进行？有要特别要加倒一款的课程，还是安那无？还是就是看阮的整个园区，差不多2点通钟，阮拢绝对欢迎吼。侪人来嘛欢迎，少人来嘛欢迎，大人来嘛欢迎，囡仔来嘛欢迎吼。啊，亲子大家做伙来。会让做伙来活动。啊，阮目前现主时是文化营拄咧进行，今仔日是第2梯次。8月阮有公布营，啊，阮同时嘛有放电影吼，阮会当加入阮的 LINE， 啊，还是对阮的脸书吼，台语文创意园区恁伫迄个网络上找到，会当找到官网啊。伫迄个我的最爱吼，即个就会当连接出来，啊，若无就加阮的 LINE， 所有活动拢会当知影。啊，阮接线抑阁有，阮逐礼拜2有教这东路，啊，拜3有合唱团，啊，拜4就是咱这线顶的课连续，逐礼拜拢有到8月底吼，所以请大家会记哩，后礼拜是咱的。地安珠老师吼，地安珠老师，我想遮咱的课程遮老师，逐个拢应该是拢足熟悉，啊，逐个拢有真侪好的功夫。要智慧要教互咱大家，所以请大家会记来参加。啊，那后阮的拜3目前拜3下晡是咱的吴家芬老师要教咱讲啊甲画啊做迄个手册吼，啊是即马目前的迄个主题是果子，就是台湾是一个果子的王国，啊会当有足侪项的做法。啊，阮是感觉因的教课，我那非常的即个活泼，啊足生动吼。啊，足有效，阮感觉足好，所以逐个请多多来参加。啊，当然阮嘛有迄个直播啦吼，啊，但是上好是这来会当参加手作，啊随做，啊老师就随看，啊咧随翕起来，我感觉迄拢足好吼。啊，伫遮互逐个看，阮有东路，有即个拜2在是东路，啊拜3是合唱团吼，啊，阮阁有即个阁有即个加分的即个课吼，啊，阁有电影吼，啊是最近的是7月23是出埃及记，啊7月30是爱情有算无啦吼，爱情有算无，啊这若是本国的当然就是迄个台语的发音，啊若是外国的，咱姚嘉文律师伊会当陪你大家做伙做电影。会后的即个讨论吼，我感觉咱对电影嘛是一种足会当有一个主题，然后做伙讨论。我感觉这嘛是咱推动的一个艺术啦吼，所以一项讲就是讲，咱希望大家拢是上要紧的经济，咱每一个拢是上要紧的经济，就亲像安尼，导师带头，咱大家做伙对，啊，但是敢若讲永远对嘛无效。你家己本身嘛是伫遐足要紧的迄个经济，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厝边，我想拢爱发挥作用。若无逐个，我想较一摆的李庆华教授，我若无法度通引起全部，对，影响到每一个人才会使，所以每一个人拢是足要紧迄个人。啊，当然李庆华教授是上要紧的迄个吼。但是逐个人嘛是拢足要紧的迄个人吼。好，我尾仔结论也未讲啦，我结论就是讲吼，咱即马 AI 的时代来啊，大家都烦恼讲 AI 会去甲你头路抢走安尼啦吼，我就是讲 AI 袂抢任何人的头路，但是迄个会晓 AI 的人会去抢袂晓 AI 的人的头路，安尼啦，所以你就是你爱。会晓嘛？你想看觅？咱即马你若开始用 AI 写台语诗，你看偌轻巧，你一工就写几啊首啊 ？AI 会当瞬间就写一首哦。
啊，你搁来修者，啊，你可能一工要写10首嘛，无问题，啊，你改做台语安尼啦，OK， 所以逐个人拢以后拢会当轻轻松松做诗人。但是老师有答应讲，你要甲大家改啊，你若大家写会使。会啊，我会当改啊。是，会记得吼，大家会记啊。教授，安尼拜托教授，你搁讲一遍，拄则讲要用 AI 迄个方法。用 AI 迄个方法，你就讲你去 Microsoft Edge，EDGE 哈 ，Microsoft Edge， 你的浏览器改做 Microsoft Edge， 咱以前拢用 Google 嘛，你用 Microsoft Edge，Microsoft Edge 就有配备 Bing AI 做 Copilot， 伊 Copilot， 所以你正手边遐就是有上盖正手边顶悬就是 Bing， 就是 B 安尼。啊！你甲伊试开，啊！你要叫伊创啥，足济伊拢会当做啦。你就是你有一个助理，免着咱做你助理，看你要创啥。以前拢爱家己做，即摆讲叫伊做就好啊。伊一日啊就互你啊，安尼会晓袂？足简单啊。感谢，感谢教授。以后每一个人拢有加一个助理啦，你配备一个免费的助理，就 Copilot， 来。安尼我结论讲了，我今日结论。咁样佫有啥物？若是有啥物问题嘛，会使写出来，互阮，阮较佫来私下来传互教授。教授是足好，伊真正是专心投入吼，伊要甲咱改，要甲咱回答，所以大家这是咱足好的财产。咱用热烈的拍声甲老教授讲多谢哈，谢谢，感谢你教授。你嘛再传来我迄个粉专啊。我的 Facebook 我就嘛当甲你看，甲你改，无问题啦。直接传互咱的教授，我想教授是大家的啦，是咱大家的吼，大家共同的财产哦，教授。好啦，那么公家，好，谢谢。后礼拜是伫安珠老师吼，即礼拜拜三伫咱园区，后礼拜拜三伫园区，咱的即个嘉芬老师共款有课，拢欢迎大家。阮拜二早时是会使免费教同乐，拜三下晡是合唱团，拜四就是咱的线顶的即个课程。目前即礼拜来还搁咧台语迄个趣味文化营，8月开始搁公布呀吼，所以即站实在是这工作人员大家拢足叮当，但是大家拢足欢喜，因为有看到咱有咧进步，所以大家做伙。为了咱的台语，为了咱的台语家庭，为了咱的家己的语言文化，做伙来努力，大家拢是上要紧迄个啦，上要紧迄个就是咱的李庆华教授。好，多谢。好，多谢，再会。多谢。好，再会。